明不带，一讲没我开张片面话，行业明天都弄开张片面话。你也哦，面干妈妈，你也标不了买一顿咸为主，你也标不了。买顿咸，买顿咸为主，把您沿东波家当为主。把您沿东波，东波家当，家当，江明涛快帮行咯。把你也标不了买东咸为主，把你沿东波家当，沿东波家当，家人儿子家，就是这个家当，家人儿子，家就是闪电，家就是闪电，家当，家就是闪电，家人儿子就突然，你也标不了，他在家里，标的房子家里。买顿咸不准信为做把领就是这个闪电，把领就是闪电，沿东风在东方，家当，家就是突然出现的意思，家人儿子家，他怎么儿子呢？他肯定有东西，他突然出现的，家当。这个家是突然的意思，突然，闪电很快，家当，突然出现。你眼标不了，买顿咸为主把你眼东风家当，突然出现，就是闪电，把你就闪电就是闪电 shining， 不是 shining， 闪电。这把你就闪电，你可以写，就叫闪电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
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做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